如果大家去東京旅行，去到箱根、御殿場、山中湖，甚至熱海、沼津，你朋友同你講，不如順便去滑個雪，你咪以為佢黐咗線。其實富士山周圍真係有3個滑雪場，包括今次呢條片要介紹嘅，號稱日本每年最早開放嘅滑雪場——富士山 Yeti 滑雪場。富士山 Yeti 滑雪場位於富士山二合目，如果坐車，最近應該係 JR 御殿場站坐巴士。另外，亦有三島市同富士市2條路線，不過班次比較疏，上山同落山班次剛好夠大家玩半日。另外，仲有由新宿出發1日1班嘅來回巴士，詳情可以去官網或者 Klook 等嘅網頁揾下。而我今次呢，就係之前一晚入住御殿場站前東橫煙，跟住一早出發，自駕前往滑雪場。事不宜遲，就睇下揸車去滑雪場係點嘅情況先。由御殿場站前東橫煙出發，首先繞過 JR 站，再駛入龍原街道，沿龍原街道直去。記住準備好相機，因為行車方向嘅正前方，你會見到富士山出現眼前，而且會越嚟越大。跟住就到上山嘅路段，富士山 Skyline。留意返呢段路，有時係會要求有雪胎先可使用，所以如果有計劃上去滑雪，記得租埋雪胎。嚟到呢個位，去到呢個大大隻字嘅路牌，就轉左進入收費路段。行多一陣就會嚟到收費站，收費係520 yen， 不過入邊啲停車場就免費泊車。見到隔離嗰5-6部旅遊巴，已經預感到今日應該會中伏。咁我都同本地人一樣，留喺部車換好晒衫褲裝備之後，只係帶必須嘅嘢入場。剛才見到啲旅遊巴有成100個學生落車，人山人海。今日個場實係俾佢哋阻住晒，所以我換衫都慢慢嚟，等佢哋散咗先入場。佢個停車場都幾大，行去入口其實都好近。Yeti 採用入場制，一定買飛先可以入場。今日我有齊衫褲，所以只係租一套 snowboard 5800 yen， 再加1日票4300 yen， 咁就可以由9點玩到晚上10點。入到去，第一件事當然係去 rental shop 換鞋同板先。呢度嘅單板係 P 字頭呢隻牌子，日本雪場好常見嘅平價牌子。好似我呢啲初學者而又有動手能力嘅，唔好怕醜。門口有個位俾你調校快板，強烈建議調到左右12度嘅8字腳。有時啲場俾快板你，角度校到成21度以上。其實新手嚟講，對腳唔慣扭得咁厲害，整日都會覺得好似好難玩，跌到懷疑人生。所以最好都係校好先開始滑。Yeti 總共有4條滑道，初學者係去 A、B 2條為主。依家見到嘅係 A 滑道，呢度係吊轉，先落到底，再由下面纜車站坐纜車返上嚟。咁我就滑落去睇下先。A 滑道都好闊，而上半段旁邊亦都有條自動行人步道。好似我咁未克服纜車恐懼，可以留喺上半段練習一下先。
跟住就除低塊板，過去自動行人步道上返去。頭先我話第一轉嘅時間，條自動步道都重有開嘅，唔知點解依家突然停咗。因為第一轉唔記得晒點用力，搞到腳軟，結果上纜車 PK， 落纜車又 PK， 跌到怕左坐纜車，所以我選擇行過去 B 滑道算數啦。呢邊就係 B 滑道，初學者多數聚集喺呢段，頭先班學生都聚喺上面。見到班學生咁樣，我都係行返去餐廳坐下，等佢哋走咗先，再練習把啦。呢度嘅休息區細細，但個感覺好舒服。呢間係主餐廳，多數人都會喺入邊休息。隔離有另一間餐廳，望遠少少有滑雪裝備同紀念品嘅鋪頭。主餐廳入面環境都幾好，好彩班學生喺下層食飯，呢度 keep 住好清靜。終於我都係留喺度食埋個飯，瞌一陣，等2點鐘啲學生走咗再練習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終於走啦，睇下閒日應該咁樣冇乜人就啱啦。咁我就拍住咁多先，要認真畫返2-3個鐘，升下級。黃昏時候呢度好有氣氛，有興趣可以買支棉花糖，坐喺 campfire 旁邊燒嚟食。介紹就去到呢度，鍾意條片嘅話請幫手 comment、like、share 同埋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 啦。下條片再見，Goodbye。